这个什么人我知？这个什么人？你唔知？因为这个人，你唔知这个是什么人？哦，你车饼，超平哦！为啊车饼，为啊伊是用伊我甲你收的以为伊就是是咧车饼了，是咧超平，真的伊是为了叫咧无这个说明，你咧超平。你咧交代伊咧车饼，伊是为叫咧无车饼，你是为参加咧车饼吼，啊，你搞注意啊，你拖车咱若无够，参加咧我不会叫你出来，我会叫你做。伊对宜兰东山扑到遮来，坐高铁的无高铁，坐火车嘛无啊。结果甲你骑到车来车，我骑到来，吼，等下你收的油，你要载到宜兰，因为宜兰东山，东山的囡仔，但非常简单的就以明日之星。对，我们是实力派的唱将，哇，非常的好。是，我们一起掌声欢迎我们的青春偶像型的歌手蔡嘉玲，谢谢。
为什么？去发油了就袂贵啊。没有，我已经可以做了。那去帮你过去那里，过来给咱就去手，你就去放油了。看一下呗。最重要，给我拿抽大奖的。哎呦，对啦，因为医院我条件希望每年吼，咱都支持8,000个，不是8,000个，把你们就落来。好啊好啊，咱两场吼，是咱讲是计钱啊，咱是报的，我直接问。真的。就风去一岁。
我知道，陈建林转回来了哈。我好像回不去了。我知道，你继续握手，我们来，谢谢，来，我们继续来。